幸地0012旗下啟德 The Henley 系列近日更新價單及銷售安排，將餘下80伙貨尾單位劃一劈價17.5%，最新折實平均尺價19,531元，於周六31日以先到先得形式發售。市場消息透露，截至周六下午約4時許，啟德 The Henley 的劈價單位沽出78伙，套現超過6.1億元。折實售價由462.1萬至1465.8萬元。新近劈價的80伙單位涵蓋 The Henley 第1至第3期，戶型包括18伙開放式、50伙一房及12伙三房單位。最新定價降至528.1萬至1675.2萬元，尺價由20,435至25,143元。扣除最高12.5%折扣，折實售價由462.1萬至1465.8萬元，折實尺價由17,880至22,200元。該批單位於本周六以先到先得形式發售，當中最平單位為第3A座一樓一室，實用面積238平方尺，折實售價462.1萬元，而最低尺價單位為第一座7樓 J 室。實用面積414平方尺，折實尺價17,880元。